特别基础跟多大了的，我那他那个胸腔、血型、流行，哎，你两年前个，这就觉得，是啦，基础上痛死个买不起，其实那来就三说句嘛，都是啦看买不起。当那么中国啥茶有的，原来的，这把70多钱的基本以内，中国人是痛苦是等级。哎，你这个难怪如果现在苏西里面的这个项目里面休息车，把这可去休息的这个茶有的啥呢？哎，你朋友去的，上街去买的是，拉面去的是呢，名字都是他们的。我那在那个熊吃不的帮不了想的，太广播的特别是现在个这个这个流子不的这的，就说能痛死给买不起来。